彭定康喺香港監察網站發表文章，形容黎智英案嘅裁決令人震驚，但係並唔意外。又指案件由政治任命嘅法官審理，唔設陪審團，係北京藐視中英聯合聲明、踐踏自由嘅有力例證。彭定康又話，中共之所以針對黎智英，關鍵在於佢象徵香港人逃離共產統治，喺香港享有經濟同埋政治自由嘅歷史縮影。北京同埋香港嘅傀儡政府將黎智英視為眼中釘，因為佢象徵咗嗰啲敢於挺身而出、公開同威權對抗嘅人。Jimmy Lai is a British citizen. He has been targeted by the Chinese and Hong Kong governments for peacefully exercising his right to freedom of expression. This was a politically motivated prosecution, which I strongly condemn. 英國方面已經將今次判決定性為外交同埋國安層面嘅重大議題。外相指示咗外交部傳召中國駐英大使，並且再次呼籲立即釋放黎智英。首相府亦都譴責今次係政治檢控。政界亦都有相當大迴響，保守黨影子外相彭黛玲同埋國會議員施志安都認為，除非黎智英獲得釋放，否則英國政府應該取消出年1月首相訪華行程。施志安更加提議，英國應該對負責管治香港嘅人實施制裁，並且阻止中國喺倫敦興建超級大使館嘅計劃。英國國會嘅跨黨派小組就批評政府行動不足，指英方如果更早、更果斷介入，黎智英本來就已經可以同屋企人共度聖誕。